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Icy 啊。我對上一條影片咧，同大家介紹咗 Omar by the Sea，佢哋限時優惠咧就送3個車位，收到唔少觀眾嘅查詢啊。我今日咧再嚟到佢附近嘅一個屋苑，叫做上元。呢度上元咧仲有最後一間連天台嘅特色單位，同樣地發展商都係最後送3個車位啊。其實咧呢一個物業咧，發展商咧比起之前嘅開價咧係接近減咗1/4㗎啦。現時意向尺價咧大約15,000蚊一尺。同埋咧佢送3個車位啦。眾所周知呢度嘅車位咧經常性都係供不應求㗎。可以 fulfill 到咧買家呢一個需求。除此之外啦，呢一度嘅物業咧，其實佢屋苑咧仲有一啲嘅會所設備啦，有一啲空中花園啦，以及係幼稚園㗎。同埋屋苑門外咧，亦都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轉乘。我亦都簡單介紹一下呢度嘅物業資訊啦。佢係由萬科香港啦興建而成，喺2020年開始落成㗎。佢總共咧係有6座嘅分層樓宇啦，以及係30座嘅洋房，供應咗1154戶嘅單位。而佢嘅戶型咧係涵蓋咗1房至到去5房嘅間隔，可以滿足到唔同家庭客人嘅需要。而我今日會同大家介紹呢一個物業咧，其實比起上一次介紹嘅單位咧係大咗635尺。今日介紹呢一個單位咧就係1829尺嘅實用面積啦，再加埋咧內置樓梯上返去私人天台面積咧係有1057尺㗎。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呢一個單位咧，就記得訂閱埋我嘅頻道，然之後再參觀單位啦。我哋依家嚟到20樓啦，20樓咧只有2戶嘅特色樓層單位嚟嘅。我哋今日介紹呢一個 A 單位咧，佢嘅實用面積咧係1829尺，再加咗個1057尺嘅天台，係一個4房2套啦，加埋工人套房嘅單位，仲有自己私人天台添。大門一入嚟，旁邊就有個廚房，有個雙門嘅雪櫃啦。門後邊咧有部咖啡機啦，同埋紅酒櫃。而旁邊置物台下邊咧有洗衣機啦、洗碗機。喺主食爐嗰邊咧有明火煮食啦，有蒸爐以及焗爐。再入去裏邊咧就係工人套房。我哋喺廚房出返嚟咧，旁邊就有條樓梯啦，內置樓梯上返去自己嘅私人天台。下邊樓梯呢個位置咧，可以做一啲嘅儲物空間啦。再過嚟咧，先帶大家咧去睇下佢哋第一間嘅細啲套房。呢一間套房咧有個玻璃趟門可以出去露台位置。再出返嚟咧，帶大家出去睇下佢哋露台出邊嘅景觀啦。主要咧都係望返向山景，翠綠山景。我哋依家入返嚟室內啦，睇下佢哋嘅客飯廳。呢度嘅面積咧，大約有700幾800尺左右啦。同埋咧，主要望出去嘅景觀咧，都係面向返東南㗎。
呢個客飯廳非常之闊落啦，同埋客廳、飯廳兩邊咧都可以做到好分明。咁我哋依家咧再沿住走廊入嚟咧，就可以睇下寢區嘅 area 啦。咁呢度首先咧係會有第一個嘅客廁。咁再過嚟咧就係浴室啦。第一間嘅睡房，第二間客房，咁再經過呢棟門咧，我哋依家就嚟到主人套房啦。一入到嚟旁邊咧有一個衣帽間嘅位置啦，仲有一部咧衣物消毒機㗎。咁啊呢度咧就係可以放置睡床嘅位置，同樣咧都有一個露台可以出返去。咁再過嚟咧呢一邊就係佢哋嘅浴室。配置咗雙洗手盆嘅設計啦，咁前方咧有一個廁所位置，咁再過去旁邊咧就有一個淋浴間，同埋配置咗有浴缸。咁其實咧呢一層咧，佢4間睡房咧同客飯廳咧都係同向，同樣都係面向翻東南嘅景觀，望到山景，相對開揚啲㗎。咁我哋依家咧即刻再帶大家上去睇埋佢哋天台嗰部分啦。咁我哋依家咧經過屋內嘅內置樓梯，就上到嚟私人天台部分啦。呢度嘅面積咧有1057尺，分開咗左右兩邊嘅，即刻帶大家去睇下。咁呢一個天台啦，非常之方正實用，而且咧係長條形嘅狀態㗎。今次呢一個特色單位咧，介紹就嚟到呢度啦。其實咧好難得可以揾到發展商咧係送3個車位㗎，而且咧佢嘅尺價意向價比之前已經減咗接近1/4啊！如果有興趣嘅觀眾咧，就記得聯絡預約我去參觀現樓啦。唔知各位觀眾，你哋會想揀個天台望出去係可以望到海景啊，定係望到我身後呢個咁靚嘅翠綠山景呢？咁記得喺下邊留言話我聽啦。咁鍾意我今次呢條影片啦，記得俾個 like。有啲咩意見嘅話，喺頻道下邊留言話我聽啦。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